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这人你弄啊，摆伊嘛较好诶。恁放心啦，欠恁的交涉吼，我会还恁啦，1500年我就袂甲恁欠啦。进山，真歹势，我今日无应该带你来播，害你输遮尔啊济。博弈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的啦，我会输遮济吼，是我手气歹啦，甲你无关系，我袂怪你啦。哎，我借一寡钱互你无？先甲遮个小清清的啦。免啦，阮兜有的是钱啦，我等于客就有啊。说话敢袂互你？是讲说话真贤惠，应该是袂为难你啦。搁再讲，当家财产本来就你的啊嘛。我用阮当家的财产，用我陈建昌的笑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啦。我敢有啥物唔对啥？话是无毋对啦，啊，毋过说话看起来无遐尔好溜啦。你嘛毋通为了钱的代志甲伊冤家。若真是有困难，做你家开嘴，我一定借你。我是一家之主，我哪有可能摕无钱啊？好啥？你莫看遐遐无啦。你今日表现了袂歹，来，再互你。多谢大爱。阿姨，你巴肚枵着无？我比你更较枵。阿姨，咱去买包好无？好啊，要毋过我身躯拢无钱呢。无要紧啊，我去甲头家讲，我是捌创条的头家，甲头家娘的查某囝，那呢伊就会互我食啊。美观袂使啦！恁文阿姨即马着了麻辣你啊！你若甲人讲你是文阿姨甲阿好一个查某囝，人囝都袂活，哪有可能互你食包啊啦？美观，你一定爱会记住哦，千万袂当互人知影咱熟悉因，知无？哦，我巴肚主要的呢。大哥诶，我来后壁帮遮聊者吼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帮我过谈者。好，你。头家来那边带豆腐啊？哦，两粒豆腐，好来。安那甲头家包包啦？这个是？后头有两个做囡仔吼，甲头家两粒包包呢。安尼啊？就大哥，叫我。我抓着吼，走袂去啊吼。这位大哥，你是哪要来？因就偷着我包啊。包啊？嘿啊。这位大哥，因这对母仔囝一定生活有啥物困难，唔正摕你的包啊。我看你啦，这包啊偌济钱，我付啦。2角啊。 2角。嘿啊。我照5角啦，免走啦。哦，多谢啦。恁两个吼，较注意，也袂捌甲人偷着物件呢。请问，恁是咱哪会共偷摕包啊？我就带伊，我的查某囝啦。阮来遮我靠亲情，上知影亲情煞无走哦，身躯阁无保险。伊就讲伊巴肚枵，无法度，才会。原来是安尼。啊，囡仔腹肚枵啊，紧食包啊！多谢这位大哥，紧甲阿姐说多谢。多谢阿姐。真乖，紧食包啊！多谢。恁这顿食饱，后一顿要安怎？恁母仔囝有啥物拍算？来，这就是阮兜啦。哇，恁兜就大，就水
这位大嫂，我看囡仔都细汉啊，对伫你外口吼，伫遐有一顿无一顿，安尼嘛毋是办法啦。我看呢啦，你着暂时吼，同我遮大几工啊，才豆豆去找你的亲戚，你看好无？这位大哥，多谢你哦，你真正是一个大好人呢。唔知安怎甲你称呼吼？我姓陈，叫建昌啦，你叫我陈大哥就好啊。陈大哥，这位大嫂是要称呼你。你上啊？因是一对真可怜的母仔囝啦。可怜的母仔囝，你来遮创啥？来分的哦。阮家无钱啦，出去啦！你是咧创啥啦？你小可无同情心呢？因母仔囝吼是要来外口亲情的啦，结果找无亲情，唔只伫咧外口流浪，因已经滚6顿无食啦，都去人偷客包啊，伫外口去互人虐，我是看因可怜的，唔只会甲因收留。看因可怜哦，你哪拢在可怜别人，无来可怜我哈？当初是你可怜周文英家带你来，后来看到阿姨无人奉台，搁家带转来，今嘛搁要处理这对母仔囝，你甲当在什么所在？叫在因哦，出去啦！你是咧创啥啦你？你嘛袂记啊？较早你嘛捌收留过阿元，结果咧，哼！阿莫吵，等我来好。这就是恁的房间啦，恁母仔囝吼，暂时就住在遮。恁若有啥物需要吼，你做你甲我讲，我会吩咐下骹手人传互恁。也毋过陈大哥，我拄则看到恁某遐尔生气，阮留在遮，敢真正无要紧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做你家大，看要住几工拢会使。啊无恁先休困，我先出来吼。陈大哥多谢吼。美娟啊，你拄则敢有听到陈大哥伊某讲到周文英？有啊，伊讲周文英，跟周文英阿姨。我嘛唔知。美娟，下摆咱千万袂当伫伊面头前讲到阿好食甲文英阿姨，知无？啥物啊？你敢无看到陈大哥伊某讲到周文英的时阵，迄种生气的形哦？假使讲吼，文英阿姨若真正是迄周文英，啊伊唔知安怎对付咱呢？会记得哦，千万袂当伫伊面头前摕到文英阿姨甲好食，知无？哦。阿好兄，啊，你敢食？有啦，我拄食饱啦，你紧食啦，食有饱吼。文英，我出来甲你添茶吼。哦，我上来较真啊，袂转来啦。关师傅做啊，你是有咧甲我斗保庇啊无啦？啊，我一直甲你拜，一直甲你拜，嘛拜托咧，甲斗保庇一下吼。啊，打工哦，我知，我一个卡马直直行落到啊，害我迄个卡马过去了，我足足爬一条山才到位啦。害我走到安尼会苦瓜袂分嘿。这怎么安怎啊？恁兜防查封啊啦！防查封去哦！啊，阮查某怎样呢？恁查某孙啊，啊，都保证讲吼，无要甲因计较，放因转去啊啦。放因转去啊？嘿，哦，我理解。啊，是讲因人诶，因人诶。我知。啊，是讲吼，已经这暗嘛啦，我着紧来走啊！我帮阮头家娘吼会甲骂啦。我来走啊！啊，你莫好我顾哈，我来走啊！我知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。哦，啊，这个乌巴桑，这也嘛爱搁做工过哦。啊，无咱落歹命。哎，不要！不要！来，这个，啊喏，搁你挂哦。不要，啊喏，有搞无？我会照顾，我会照顾。有所不敢放袂记。这是头家叫我甲恁准备的，啊，这饭菜太小，恁紧食。多谢你哦。头家娘。有衫通好换，有饭通好食，
当家的头家吼，对别人拢比对家己的某较好啦。伊真正是个大好人吼。哼！我甲恁讲，你莫叫是讲阮单家真好呀，都会牵买恁爹家白家白恁白大。你若想要住在遮吼，工课嘛爱照做，知无？阿妹啊，迄保险箱的锁匙，头家又甲藏伫咧啥物所在，你知影无？你要摕保险箱的锁匙要创啥啊？我要用钱啊，锁匙摕来。甲你摕来是无摕来哦？锁匙嘛摕来啊！我为什么要互你啊？嘿，我甲你讲过哦，你要用钱哦，爱经过我的同意。你安尼3更半暝伫遐找锁匙，甲吵到共款，我为什么要互你啊？小姐，小姐。我要用钱想要经过你的同意，你是凭什么？当家的财产是我的啦，我用的是当家的钱啦，你凭什么无爱我？陈建昌，你用的是当家的钱，也毋过这几年哦，当时我豆我欠豆我念哦，你当家的钱早就开了啊啦，已经无资格哦，要甲我摕当家的半天钱啊啦。你莫讲遐济啦，开着我的地址就对啊啦。地址要创啥？要去啉酒？你找查某遐？你讲袂出来哦？这款钱哦，无可能互你啦。我要行孝。还阁有欠人笑？欠啥的啊哈？是毋是你的朋友？迄个靠上啊？我要行娇孝。啥？你阁会晓跋筊？陈建昌，你啉酒找查某都无够，你即摆阁会晓跋筊？丫头都是项袂晓哈？他人帮会是？你要假是我，袂输甲你假是囡仔共款啦。我是你的翁，毋是你的囝。翁，你阁假信你是我的翁哦？你这个翁有为我这个某做过什么代志？为这间厝出过什么力啦？莫讲遐济啦，骂唔一句话啦，莫拖沙啦。我的啦。你，哼！记住，阿妹，甲厝内大毛病拢甲锁起来。锁起来，啊，头家，莫插伊啦！伊即马毋是头家，是贼啦！想要摕锁匙，我哪有遐尼简单，互你找着？陈建昌，卡主人无甲我当作是你的家后来对待，你一世人要想要摕着？头家娘，头前门、到后壁门，我拢已经锁好啊。啊，头家等下若转来，我敢莫甲伊开门。伊无可能转来啦。那咧，头家伊要困倒啊？伊最近是定定无转来，伊困倒，搁爱你烦恼。免收我啦，是相母的，叫伊家己来整理啦。你两个哪还袂去困啊？在遐创啥？姨妈哪会还袂倒来？还袂转来？阿妹啊，迄老伙仔走去倒哈？我毋知影，伊无讲啊。连老的拢还袂转来，毋知影走去倒位。因当家拢无甲我看伫遐眼内哦。袂要紧，既然无想要转来，拢莫转来。阿妹，带两个去困，你嘛去困。伊妈妈吼，门拢不准甲我开，有听到无？去啊！哦，我不会啦，哪能等下姨妈倒来，是要安怎？我不会啦，阿母，你是去困啊？我教下你啊，直接等姨妈转来，好无？这种莫讲，行来讲。我不会啦，阿妹，紧出来提起啦！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，我不会啦。我锁起来，奇怪啊嘿！从来嘛毋捌遐早锁门，啊大门也锁起来，后尾门也锁起来。莫怪我拄则踮咧大门吼，叫规包久拢无人甲开门。敢讲拢困去啊是？我来叫看卖。
们互姨妈礼拜，好不？是你在讲啥啊？你两个拢有看到啊吼？啥物人无遵守单家规矩哦？下场就亲像外口迄个老伙仔共款啊！阿母，我求你互姨妈礼拜，好不？阿母，阿母，我嘛求你啦！刚讲你嘛无想要遵守单家规矩啊？阿伟，该带你去啊！志忠志忠，姨妈，你袂乖，听老母的话，紧入去困。姨妈袂要紧，姨妈都做到困在外口，也袂要紧啦。你紧入去困吼，紧，听你老母的话，紧。去困啦！你去，弄到你去，你去啊！是你家己讲的哦，困在外口袂要紧哦，安尼就委屈你啊哈！看啥啦？我就是转走啦。我阴暗就真正就要困在外口。哎呦，我哪遐戆？踮喺遮互人嫌，我就要困外口。我哪袂晓转来阮兜困？因为还阁有两个人我做伴，我会当照顾迄对翁仔某。对。身边约束不敢放袂记。给你，日本人的医生官一定有给你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用意。文英。你等我，你这条性命我一定把你救活起来。你来接送啊？你敢唔知这里挂人没来？我要来接谁物件？找啥物件？我就来讲。什么就来讲？接住！阿水先，门把开，门把开！你在做事坏坏，你敢知？你莫讲遐多，紧摕轻的药啊我！紧啊！我见到你哦，你唔通摕别人的药啊我！就是轻的药。讲真正的。真的，我袂骗你啊。歹势。